三語廣播鳴謝個波。我今天要宣布一個個人的決定，作為籃球運動員，我將結束自己的運動生涯。今天我退役了，一扇門關上，但另外一扇門正在徐徐地打開。上海東方大鯊魚籃球隊將是我籃球生涯的延續。I feel also I'm like a Estonian, and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. Thank you. 姚明尋日用中英文同上海話感謝籃球。記者會吸引300個中外傳媒，姚明一家最後嚟返張大合照。下星期一，中國籃協仲會幫佢舉辦退役儀式添，一齊回顧返佢嘅籃球生涯啦。佢嘅父母都係籃球員，由細到大高人一等㗎，係打籃球嘅好材料。13歲加盟上海大鯊魚，22歲加盟侯斯頓火箭，成為 NBA 嘅第一個中國狀元。9年嘅 NBA 生涯，平均每場得分19分，9.2個籃板，1.6個助攻，1.9個封阻。30歲帶住54億港元嘅身家，衣錦還鄉。